是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婚林赛地文昌国小发展着各项的运动，尤其是这个羽毛球、棒球甲倒球成绩上介好。家长会长特别送这3个球队的队员，一个人一领运动衫，要鼓励因继续认真来练习。 羽球队、倒球队、棒球队的队员，大家拢摕到全新的运动衫，因拢真感谢家长会长的赞助。新的练习衣，让我们以后的练球会更加进步。很开心，谢谢会长给我们更好的练习衣，让我们学习更有效。谢谢他送我球衣，这样子会让我们更好。 在内镇文昌国小积极培育学生参加运动社团，学生在羽球、棒球、倒球拢得到优秀的表现。那既然是一个团队的话，我们就是把它整合起来，就是一个向心的一个精神，不要去分彼此，彼此共享资源。嘛希望透过送大家运动衫来鼓励这些运动员爱更加团结，未来表现一定会愈来愈精彩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